好，你好，宝贝，往来这边坐，这边，来这边，这边好。哦，睇嗰邊啊，睇嗰邊。吹糖人用手指勾起一團糖膠，掌心翻覆間拉出纍纍金絲糖體，溫軟如流動的琥珀。在空氣中畫出半凝固的弧線，覆着糖漿的蘆葦管遞向小孩唇邊，金屬支架上的糖坯隨呼吸微微震顫。氣流注入的剎那，糖囊如同被施了魔法般甦醒，半透明的糖膜在晨光中舒展。小孩鼓起的腮幫與吹糖人，疾速翻飛的手指構成奇妙韻律。小孩母親舉着手機的手晃了晃，圍觀人群傳來壓抑的笑聲。糖管脫離唇齒的瞬間，晶瑩的小動物定格在將飛未飛的姿態。糖絲拉出的連衣狀底座還帶着體溫的餘氈。這個傳統技藝的互動過程終於大功告成了。吹的是人間煙火，捏的是時光溫度。